那这个案很靠近我们的这个南科科学园区的周边它可以提供南科很多的厂商还有一些就业人口，还有青壮年的这个新婚的家庭大概都可以来申请入住。那这个案由市政府提供土地，中央来兴建我想这个工期大概4年完成之后大概也是我们南科区周边第一个大型的社宅基地。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的部分比较重视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地面层的部分我们会大量的规划开放空间，然后没有围墙然后能够提供比较低的建蔽率。那第二点呢，就是停车空间的部分，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那第三点呢，比方说我们也强调3大标章，包括绿建筑、智慧建筑以及耐震特别监督这3大标章。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中央与南市府携手推动社会住宅，目前规划中及新建中的社宅已达到7000户。在台南由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宅共有6处基地，超过2000户已经完成招标。台南市政府会持续与中央合作，继续盘点新的基地，提供新建社宅，照顾市民居住需求。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居住正义居正3件，一个是社会宅，一个是租金补贴以及包租代管，一个是囤房税。台南市是全台湾好像6都里面第2但南部里面第1个通过囤房税的县市，所以我们棍子萝卜都有，希望给我们青年朋友好生活。每天在南科或者在主要道路上塞车，要塞一趟要塞30分钟是40分钟，2趟要塞1个小时。那在这边住在我们的新市安区就很方便就走路就可以到。看看周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一坪都好贵但是我们的新市安居一定是大家负担得起。不管这个土地是我们台南的，还是我们梅河国产署的土地，或者是我们自己盖那都是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好的住宅。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暑假到为了让青年学生有一个健康储备的假期，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办理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分为各小组甲各高中组2个梯次。各小组的活动就伫8月11到12 2天登场，为小朋友安排了真侪丰富的内容。并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老师黄琼怡以及巨汉商业念社郭聪南2位名师来授课，分别教导元宇宙虚拟偶像制作以及商业微距念等课程。穿戴动服装的人做什么动作，虚拟网红就会做什么动作，所以我们可以跳舞可以 say hello 甚至你要后班都可以格线就这个东西，它在里面把它打开，格线。对，去设定里面。除了认识元宇宙以及微距念影，主办单位嘛教导学生如何为主播装仪态，也安排小朋友亲自上台体验做记者甲主播。大家好，我是苏君伟，我是林冠佑，我是陈品，我是王妍珍，我叫陈佩琪。欢迎收看8月12日星期五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台南市30位学生一起到双子星大楼参与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谢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宜娟，我是杨志勇，我是巫淑华，我是杨春祥，我们再会。新世代主播夏令营课程内容趣味，而且还会当展现自信，活动受到真侪家长以及小朋友的喜爱，甚至还有学生已经连续2天报名，这次还带了妹妹做伙参加。你这是第几次来？我是第2次来，然后我在这里学到说，
要如何当主播，然后主播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然后那个仪态是要怎样。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要邀请我的妹妹也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有学到就是要怎么拍照，然后还有当主播的条件。这2天的课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就是一些新闻的事情啊，了解比以前懂得还多一点这样。你觉得什么地方最有趣？我觉得那个照相的、那个录影的地方最有趣。2天的课程，和参与的学员拢收获满满。主办单位也特别为小朋友安排了毕业典礼，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副理罗启俊颁发毕业证书。罗启俊表示，这次的课程真丰富多元，希望大家拢算了欢喜，也欢迎大家明年继续来报名主播夏令营活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埔里实物银行南西分行今日真热闹，因为世界华人妇女工商协会大台南分会由会长苏叶美芬带领大批姊妹来到这关键现看甲物资，充实实物银行的力量。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赞。埔里关怀协会成立以来，以关怀弱势家庭为宗旨，看到偏乡的地区嘛有物资的需求。今年6月，伫南西成立实物银行。埔里关怀协会理事长张慧芳表示，实物银行不只是提供实物尔，而是透过实物银行设点，让有困难的民众有一个求助的管道。世华妇女工商妇女协会在我们苏叶美芬会长的带领之下，带着众姐妹们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一切只是为了要为偏乡服务啊！我们知道偏乡隔代讲很多，然后外配的小孩很多，然后呢，经济不好的家庭呢更多，辩护非常非常多，所以一切都需要所有社会团体的一个帮忙。因为认同埔里关怀协会服务理念，世华姊妹15日做伙来到实物银行捐赠物资，希望抛砖引玉，让偏乡地区有需求的民众，也就是弱势家户，会当有寡者帮忙。我也是一个偏乡小孩因为我知道偏乡，在经济上比较不易，生活也比较不易所以说我们世华的众姐妹们就集资了这个力量，来到了这个偏乡南西我们也是我们理事长埔里银行实物银行的理事长也是我们会姐我们就想到来这个地方。有你们的资源，有你们的赞助，那抛砖引玉，让大家更多的人可以来这里，然后来帮忙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家族，或者是偏远户。那我们就是因为在偏乡嘛，所以我们资源比较不足的状况之下，那有你们来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各位我们这些会姐们。这次捐赠物资除了有济日常用品，有食的、用的、应有尽有。透过世华姊妹的爱心捐赠，也让埔里实物银行有寡者力量，会当持续为偏乡的民众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上午伫中礁老米山的带领，包括台联的议员杨忠成、甲原住民议员古木哈少，总共16位成员，共同召开记者会。面对新冠疫情对人民甲经济的冲击，尤其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0到5岁幼儿以及经济弱势，甲符合社会救助4大族群，争取每人至少1000块的防疫补助。我们现在考虑到的是弱势家庭，还有0到5岁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呼吁我们的黄市长可以在这方面多加把劲。尤其是在协助他们在像酒精口罩啦这一些的一个补助这方面来加强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偏乡的部分可能会又比较少人去注意到。那当然，我们市区这边其实我们对这个防疫的一个意识是非常强的。可是再怎么样这个在过去又衍生了一些新的病毒出来。那我们当然期待的就是说，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更好，那所以我们党团就决议说，
要来请黄市长在这方面多加强、多协助期待我们这个台南市的防疫可以做得更好。这种东西当然一来是要去看我们的这个黄伟哲市长在财政状况的部分来去进行相关的调配。那我们初步有估计，根据统计资料这些的人口数，这4大族群的人口数是大约是50万人啦，50万人。所以如果假设以发放1000块来说，那大概它金额就是5亿，那2000块当然就是10亿就以此来做推估。议员统计，4大族群大约总共50万人，以每人至少1000块，大约需要5亿的经费。面对变异株BA.4加BA.5，随时可能会有新一波的疫情，希望市府会用超前部署，争取防疫物资的补助。超前部署，争取防疫补助。超前部署，争取防疫补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台南客家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经过半东外的筹备，首次打造动物主题餐厅树顶屋，推出各种的动物主题餐点，并且甲世界面包冠军师傅吴宝春来合作，研发长颈鹿加斑马花纹的吐司等联名的商品，并且伫日前共同主持开幕式。3、2、1，请用剪。恭喜树顶屋正式开幕。我们台南呢是美食之都，要在这边呢盖一个餐厅，真的是一个非常压力很大的事情。那要如何做出差异化，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后来呢，我们就决定为这个树顶屋餐厅呢规划了3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第一呢，是我们希望有动物的元素；第二呢，我们希望是有在地的食材；第三呢，是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异业的合作。在动物的这个主题这个方面呢，我们呢特别在我们的装潢还有我们的餐点，我们都融入了动物的元素。另外呢，我们也把台南在地的小肉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碰饼，都成为我们餐点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吴宝春师傅和我们顽皮世界一起研发制作了具有动物特色的吐司和饼干。我们从吴宝春师傅身上呢看到的职人的专业，那种态度和精神呢，是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总之，包含了动物元素，包含了在地的食材，包含了我们的异业合作，让我们的树顶屋餐厅一定会是全台湾最好吃、最好拍的动物主题餐厅。吴宝春表示，因为一冬外前带着全家去园区来佚佗，伫甲园区可爱的动物亲近接触的时，感受到新鲜的放松，因此想讲将动物抠门的模样用入去面包，敢若是动物的花纹，不但爱做个成，就连手工饼嘛是用手来画，一笔一笔雕刻，相当的费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做动物造型，那搭配的一个合作，所以我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了，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很费工，它是完全就是很费工，就是光一条吐司呢，大概做完整形完大概10分钟，因为我们在整形的过程要怎么样让呢拟真就是说看起来它不是只有比如说那个斑马，它不能是只是说一条白色的跟一条红色的叠在一起，它就会变成斑马，不是，我们要让它有波浪形，然后像斑马的一个纹路这样子，所以它这样子看起来才比较像。对，那包含那个水豚饼干也这样，那个水豚的那个饼干的那个造型呢，它是我们师傅呢，他是因为没有模具，我们没有模具，所以他是用手先去画。先把它画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去把它画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去把它刻，好，然后再把它那个壳子刻完之后，再把它贴在饼干皮的上面，然后再把它雕出来。那雕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它的脚啦，还有那个嘴巴啦，都是用很细的那个就是那个笔呢去把它点一下，
点了之后要点得很整齐，然后这样看起来才会比较像。我第一次来这种有动物相关的餐厅，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棒。那像这个水豚包，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尤其是这个鼓掌包，这个乌龟的包子，这乌龟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像是挂包吧？这个挂包它的长相还有那个真的跟乌龟很像哎，而且还做绿绿的壳，我就觉得超级可爱，超级可爱的。吃起来口感吃起来口感，这种起司餐，像我们在这边的话，平常很热啊，对不起，就很热的话，其实像这样吃起来就觉得很舒服，而且还有一些融入台南的东西的特产，就觉得就是来这边吃真的太划算，而且好棒哦。业者表示，目前动物主题餐厅总共推出3种动物造型的餐点，有羊驼造型的烩饭、水豚包子立冬餐，加好运龟脯包的套餐等。在开幕期间，民众指定特餐翕相打卡，还用得到五宝村的手工特制的水豚饼干，不但造型趣味，而且还亲像游客和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
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一碗锅烧意面，一碗沙巴鱼肚糜，还佫有鱼头，看到就要互人流喙烂。这是府城在地画家欧文金的作品，伊用油画画出台南在地美食，呈现出来的作品真实。亲像这个柑仔米的色水无够红，现场买一盘柑仔米，一边看一边画，还佫有小只单的盘仔，到桌仔顶的蓝山，每一个细节拢毋放过。也毋过恁敢知影，侯文金的画工是伫咧网络学的。因为我现在开始为什么会开始这个系列呢？就是因为渔夫的关系，我买了一本他的书，然后到上网看他 YouTube， 发觉这个题材不错，而且他那个讲得很有趣，我自己来试看看。伊的第一包画是牛肉汤，因为拢是现场一边食一边画，为着无要搅了店家，通常拢爱赶紧把画好了。我在画，我差不多不会超过1小时啊，通常30分钟也有更短的。好像他们老板在快炒，他在那边快炒，我也在那边炒，我在现场快炒，边吃边画。跟着我老公去画画呢，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一直吃到才知道台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然后这么有朝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来台南？原来有那么多的小吃，根本就是你可以来 N 次，而且台南真的是充满了活力。这摆边吃边画展览伫台南无缘公会堂展出，这摆总共展出428摆，其中48个店家因为疫情也是无落就消失。这个当予美食封存伫咧画作当中，想要来一撮府城美食旅游的民众，会当伫8月22号进前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走过巷弄里，一整排平房，一间黄色外墙的店面就这样映入眼中。突出的外形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进到里面，柔和的音乐、贴满墙面的电影海报以及整柜的书籍，在这里不论是享受自己的时光，或跟老板娘聊聊电影，都让人好放松。把它布置成一个以书店的那种风格，是下去做其他的改造。然后因为其实本身就蛮喜欢书的，所以就想说会去参考欧洲其他他们的书店啊、图书馆啊，他们布置的样子。坐在这么知性又悠闲的环境，怎么能少了一杯飘散浓郁香气的咖啡？而与文青氛围最搭配的就是这杯老板娘手工冲泡的重烘焙黑咖啡，搭配微甜的蛋糕，完美平衡彼此风味。客人比较常点的，通常就是黑咖啡，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私人烘焙的浅焙豆。我们黑咖啡的话，通常就是我们是找自己有在烘焙豆子的师傅，然后我们会自己喝过之后才会想说，那这个豆子的话，我觉得还蛮顺口，味道还蛮香，那我们才会进来，贩卖给客人。店内的品项以饮料为主，除了咖啡，也有每日现煮茶叶所冲泡的奶茶，上头撒上一点可可粉，甜而不腻，散发茶香。而在简单的咖啡上，老板娘也在选择豆子上加入鲜明的个人风格。风味的话，我个人是喜欢重烘焙的，所以我们的唯一的重烘焙的就是黑咖啡，那剩下的豆子基本上都是浅焙豆比较多。大家都喜欢喝那种就是有点酸酸，然后味道没有那么重的咖啡。可是我个人是偏好咖啡味比较重的。美好的一天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隐藏在市场中的小小咖啡厅，有着迷人的咖啡香与热爱阅读与电影的老板娘，欢迎每一个想消磨悠闲时光的你。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